2026年勞力士再次更新佢哋嘅保卡。我哋由2014年嘅版本開始講起。最易認嘅位就係佢碌卡用嘅磁條，喺賣嘅時候就會綁定你隻錶。防偽方面有紫外線燈照射先見到嘅商標。資料欄嘅3條線其實隱藏住極細嘅字。卡面資訊用噴墨打印技術，如果有任何嘅篡改，會出現 invalid 嘅字樣。到2020年就改翻做大家熟悉嘅全綠色保卡。最大嘅升級係來自 NFC 晶片，因為需要雙向認證，所以安全性比磁條更加高。紫外線商標移咗去背後，同埋卡嘅邊緣鍍上咗一層金色，亦都係因為私隱問題移除咗地點同埋買家嘅姓名等等嘅資料。到咗最新嘅2026年保卡變成啞光嘅木紋，表面嘅紋理涉及特殊材質、多層次印刷同埋壓紋工藝，大大提升咗造假嘅難度。卡嘅正面都加咗紫外線商標，而且設計變得更加複雜。日期位置都加入咗特殊幼線，如果有人想改寫保養日期，會即時留低明顯嘅痕跡。有冇卡都好，最重要嘅都係確保隻錶係真嘅。如果你有任何疑問，拎上嚟 AG鑑定完先買啦。